钦差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，还请大人独自入厅，随行人员且留在厅外等候。那可不行，我是龙大人的贴身护卫，不能离开大人半步。哎，无妨。刘大人这么晚叫我过来，肯定是有好事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你们就先在外面等着吧。哎，你那件背心穿了吗？主子，跟刘大人有事好好商量，千万别翻脸哦。你这么关心我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大人这边走。你把背心给他了。小气鬼！龙大人，请。哎呀，龙大人，赶紧赶紧。是。龙大人，来，坐。坐坐坐。刘大人，你这私人府邸用度之奢华，丝毫不逊于皇宫啊！龙大人实在是过奖了。这么晚把龙大人请过来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咱们聊一聊私房话，交一交朋友啊。龙大人啊，这下面这一层的金银珠宝，是本地的同僚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这上面的10万的银票，是本地的商户们孝敬龙大人的，一点点小意思，还请龙大人能够笑纳。刘大人，这礼我暂且收下了。好。暖姑娘，等一下见了钦差大人，你可要好生服侍啊。是，裘老板。要是没有裘老板，小女子早就饿得没命了。小女子一定知恩图报。好啊，走吧。孟哥哥，你在哪里？等会儿听到我的琵琶声，你可一定要来救我呀！这礼呢，我已经收下了。刘大人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开门见山的说吧。这龙大人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呐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我知道，龙大人呢，今天看我在堂上审这个案子，不是十分的满意，我心里知道。可是龙大人啊，你是误会本府了。我什么地方误会了刘大人了？这些个打劫官府库银库粮的，乃是这牛角寨上前明的余孽。可惜呀，这个牛角寨是易守难攻啊，所以本府呢就抓了3个替罪之羊，在堂上呢对他们是有些枉法裁判了。这不是也是为了那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诱他们下山吗？好一招引蛇出洞啊！哎，但是刘大人，你这无凭无据，怎能断定这打劫银粮的就是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？龙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打劫官府库银库粮的有20多个人，这20多个人，他们个个是武功高强，训练有素，非一般的盗匪可比啊！想来，在本府的辖区之内，也就是这些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有此实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刘大人，单是为了剿匪，
就冤枉3个无辜百姓，还滥施酷刑，这也有违大清律例吧？冷大人啊，本府这不是也是剿匪心切吗？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跟策略。我知道啊，龙大人呢，你有些疑义，可是我不是也按照龙大人的吩咐把这3个百姓给放了吗？啊，还有前些日子在裘国的庄园抓了几个闹事的灾民，不是也一律都给放了吗？不瞒你说呀，本府还赔了不少的银两。哈哈哈，龙大人啊，这样说来，您所交派本府的第1件事儿，算是办妥了吧？那另外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粮食可以放，但是不能发放过多，多少呢？咱们就意思意思，能够让龙大人回去交差就可以了。至于那几个粮商嘛，他们一个个的跟本地的官员那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。龙大人啊，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抓了。那赈灾银两，不瞒龙大人说呀，山西这些年那是天灾不断呐，府库的银子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这朝廷下拨的银子啊，根本就是不够啊。有一点银子呢，也就填了往年的亏空了啊。就比如说吧，如果说按照朝廷的规定，每一个灾民发2两银子，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我的龙大人，银子根本不够使。所以我说呀，龙大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您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们每个灾民给1两银子，每隔30里打一口深井，这样你我咱们都好交差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刘德昭单独把龙小弟招进去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利诱啊！这些蠢货，如果知道他们正在收买的钦差大人就是当今皇上，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。嘘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可以用他们贿赂龙小弟的钱买粮食，然后分给灾民啊。糟了，倾城，他怎么来了？她不是薛姐姐，她是舒婉欣。依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几天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有劳依姑娘挂心了。你们不是那个外地客商的仆从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钦差大人的随从。啊？哎呦，那小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前面的事儿，多有得罪啊！二位多担待。这位姑娘，在淮阳村的事儿，那是个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。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在淮阳村抢走的那位吧？哪能啊！万苏姑娘，那我一直是礼敬有加，半丁点我也不敢亏待呀。你要不信，你问她自己。哦，裘老板对我一直很好，那晚确实是一个误会。原来你叫万苏啊？万苏，舒婉欣。原来你是把名字倒过来说了。果然聪明。那万姑娘，你现在是？我现在，裘老板让我。是这么回事。巡抚大人呢，在里面呢。万姑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我就让她进府给巡抚大人弹几首小曲儿。二位，咱们回见啊。万姑娘，请。
朱哥哥怎么办啊？这个球鬼肯定想把舒婉欣献给刘德昭。有这个可能。那咱们赶紧想办法把舒婉欣救出来吧。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惊动了康熙，让他发现了舒婉欣，就会坏了大事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去找孟祥和，让孟祥和把舒婉欣救出来，最好能马上带她私奔，这样雪姐姐也安全了。不行，距离10年之期还有20天。这个孟祥和很迂腐，他一定不肯提前毁约，一定会坚持到期满之日才带着舒婉欣离开。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龙大人可否给一句话呀？刘大人，哎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够得上杀头灭族的了。若你能及时悔改，方能有一线生机；若你还想着欺君罔上，那可真是无药可救了。龙大人的意思是不肯通融了。那些粮商可以暂且不动，但是粮食必须全部发放给灾民，亏欠的赈灾银两必须尽快补齐。每隔10里地打一口深井，是抗旱最有效的措施，千万不可敷衍。刘大人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慢！什么？他们让舒婉欣去色诱钦差大人？不行，我得劝主子赶紧回府，不能让他跟舒婉欣见到。且慢，易姑娘不可冲动。刘德昭早有两手准备，如果钦差大人不上钩，他便会马上翻脸杀了钦差，然后再嫁祸给牛角寨上的那些人。我们刚刚悄悄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府中已经埋伏了上百名好手，而府外还埋伏了几百甲兵。那怎么办啊？为今之计，既不能让钦差大人见到舒婉欣，也不能让那个刘德昭翻脸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本府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呢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进献给龙大人。什么特殊的礼物？这个礼物啊十分特殊，在我另外一个小院之中，叫逍遥阁。来人呐！老爷，带龙大人去逍遥阁。嘿嘿，哎，大人请。哎，龙大人，哼，还是没有别的意思。给大人拿着。是。龙大人，这个龙大人也太不讲规矩了，受了咱们那么多好处，还这么咄咄逼人。秋桂啊，看来下面就要指望你送的这个美人儿收服这个龙大人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弟弟这次挑的美人呐，可是绝色美人，就等着龙大人上钩了。只要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看他装什么假正经。可是就是怕他不咬钩啊！怕！那就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来，易欢呢？一会晚上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，我让他回舒府了。你先去前面等我。是。主子，
主子千万沉住气，否则今晚我们都不能全身而退了。万姑娘，钦差大人随后就到，你可要小心伺候啊。放心吧，裘老板。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依靠，也想着能讨钦差大人欢心，谋个出路。万姑娘色艺双绝，我相信钦差大人一定会对你动心的。你先准备一下吧。大人，到了。龙大人，这就是逍遥阁了。这逍遥阁建的还真是别致。这琵琶弹得更是动人，本官还从没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。这逍遥阁内的布置啊，更是别致。曾经有一位进城来的姓张的大人，他一连在阁内住了1个月，都不想出来了呢。这么说，这个逍遥阁是一个能让人乐不思蜀的温柔乡啊。我家大人为龙大人准备的礼物就在阁中，还请龙大人独自一人进屋领取。哎，护卫大人，你还是先去耳房待着吧。这不到天亮啊，估计龙大人是不可能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家大人给龙大人的礼物，您先收好了。护卫大人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龙大人就是那一伙神秘的客商？没错，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呢。杨参将跟他发生冲突，我还帮忙拦着来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八总是被这龙大人一伙所杀了？应该是错不了，其他人没这么大本事，更没这么大胆子。淮阳村那10余个不肯搬迁的刁民，也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这个龙大人不怀好意呀。如果说我们连这美人计都失效的话，那看来我们只有是铤而走险了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做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山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李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再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
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樱花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守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，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，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。
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义皇名节之事。将心流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龙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易欢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欢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易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呢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
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哎呀，龙大人，真是春风满面呀！哎，对于下官送的礼物，可还满意呀？挺好，有劳六大人了。那就好。哎，龙大人，那就随本府到我书房，咱们把那个事情再重新的。不用在意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安排吧。多谢龙大人。不过，这本钦差啊，毕竟是来视察官风的。眼下灾民闹事不断，又有这牛角寨的乱党在远处盯着，这本钦差啊，也不宜常来你府上见万姑娘，不是？是。所以啊，要不然你把这万姑娘安排到府外的一个地方住着，等本钦差回来京城以后，你再悄悄地把人送到京城，到时候我再纳她为妾，那不就免人口舌了吗？明白，本官明白。龙大人放心，我一定把此事给你办的是妥妥帖帖啊！此事简单，大人，我先在城东置办一所宅院，然后把万姑娘安置在那里。大人只要有空，就可以悄悄去会万姑娘。等到大人回京之后，我亲自护送万姑娘进京。如此一来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刘大人，这裘老板做事极为妥帖呀！啊，我平时调教的好。主子，咱们先回书府吧。那先行告辞了。宋龙大人。哎呀，贵儿啊，看到了吗？原来此人的弱点是好色呀！亏了你那儿有一个美人万苏，否则这一关真的难过呀。事不宜迟，我先给他置办宅院，再送几个丫鬟给他。这件事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哎，然后让孟祥和把万苏姑娘赶紧送过去。不瞒你说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万苏姑娘如此厉害，就一晚上就把这个龙三这个假正经让他现了原形了。什么人胆敢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？识相的就把钱留下，还有马也得留下。义父，他们多半是附近牛角山寨的山匪。各位好汉，我们这随身携带的钱财物品可以留下来作为买路钱，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，需要马匹赶路，可不可以把马留给我？还请高抬贵手。哼，讨价还价，好啊！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留下，老子让你的命都留下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有话好说嘛。既然这样，那马就留给大家，钱财马匹都留给你们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哼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好了只要钱财吗？大三，给我出！撤！
拉住他们！义父，你腿受伤了，没事，快走！撤！石将军，跑2个，怎么办？赶快发出讯号，让前面的人拦住他们。走。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啊。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，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玉巴赞营地的必经之路。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不好！李氏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。你是觉得这帮杀手是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派来的？咱们此次调兵，可谓是十分隐秘。这些杀手是如何知晓的？这李公公在宫里30多年了。丽萍是舒总兵的女儿，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霸气子弟，他们个个来历清白，绝不会勾结杀手暗害我们。只有李氏兄妹，他们俩最可疑。义父，如果说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是乱党，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置我们2个于死地，恐怕皇上有危险。都怪我！我不该听皇上的，什么还要去调兵？我应该死谏皇上，让他赶快回京才对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该继续调兵，还是回去见皇上？他们跑不了太远，快跟上！不好，我们快跑！都10多天了，这索图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主子别担心，我已经安排2个侍卫兄弟去打探消息了。也不知道这索额图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叶欢，要不然你们把刘德昭送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想办法换点粮食来赈济那些灾民吧。龙小弟，我本来就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想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欢妹，你又不知轻重了，怎能跟主子并称英雄呢？哎，无妨，在我的心里啊，易欢一直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有眼光，有度量。主子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！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金银珠宝去买大批的粮食，就会引起刘德昭和裘贵的注意，他们一定会识破主子跟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，向主子您下手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！李公公说的没错，刘德昭一定安排了诸多眼线盯着我们。眼下索大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顶多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一处粥棚，但不可再大肆赈济灾民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等担待不起。你们说的对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一时的赈济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，而不能一劳永逸。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，才能肃清吏治，也会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免遭刘德昭这样的贪官荼毒。主子，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天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。
叶欢，咱们现在有银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跟丽嫔当的那些首饰给赎回来吧，要不然回了宫里啊，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。刘小弟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啊。车官啊，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处粥棚，然后12个时辰不间断的施粥。哼，此人果然是一个卖直取忠之辈呀！哼，还真会收买人心。哎，万苏那里他现在去的勤吗？哈，勤着呢，每晚都要去2个时辰。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。最多每天3更他就离开了，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。他跟万苏幽会的时候，除了那一个丫鬟，就是李护卫，其他的人也近不了身呢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，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，做到了钦差。后生可畏啊！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？他现在是才色兼收消停，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哼，恶心？恶心什么呀？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，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。哼。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大人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他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老大，那是在逍遥阁里面我听到的琵琶声，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以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谦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子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？
就承认你吃醋了，那我吧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，我就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站住！不行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上次对我也是，差点假戏真做。我告诉你啊，万苏姑娘不一样，她心有所属的，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帮咱们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的，说什么非龙三不嫁，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，是吧？又想故技重施啊！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咱们抢官印为何这么顺利吗？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，而这个内应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，那你就是轻重不分、见色忘义的大坏蛋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小狗。好吧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你。老大，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见闻吧，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活，只不过想逗逗你罢了。不过呢，我倒不像是某些人，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其实就是吃醋。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，想找机会撩拨欢美。欢美，你可一定要守住，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心。懒得理你我。哎，龙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小女子恭送大人。看看，人家万苏姑娘心里压根就没有你，催你走呢，别赖着了。好酸啊，好酸啊！好了，万苏姑娘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孟兄，李兄，裘贵一直在对面的房间监视你们，刚刚才走的，现在可以放心回舒服了。多谢孟兄。钦差大人，这个就是孟祥和，我刚刚跟你说的万姑娘的心上人，也是一直帮咱们的好汉。怎么样，比你长得英武吧？你越是拿话呛我，就越说明你吃醋。多谢孟护卫相助，大人客气了。这些年，卑职在刘大人身边，大小官员见过无数，真正一心为民的，只有你。卑职很是敬仰大人，能为大人尽绵薄之力，是卑职的荣幸。那孟护卫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这下好了，我与刘大人的10年之约明日期满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婉妹，你且收拾好东西，明日我来接你。那咱让我先坐会儿，坚持不住了。那咱拿好这个金牌，马上去找玉八赞，让他派救兵去救皇上。快去！不，我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
大赛，你要明白，我死了，后宫里还有皇后，我们赫舍李氏还有其他的兄弟子侄，只要皇上平安，我们赫舍李氏就还有希望。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，就不光我们赫舍李氏完了，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。快走！不，走，快走！我不管，什么完蛋都可以，我不能没有姨父。走，我们走。这傻孩子，走啊，走啊！傻小子，走。好吧，我们走，走，这儿，走。一会儿人来之后不说了。大人。祥和呀，你这伤势如何啊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祥和啊，我让你查的咱们这边的奸细，你查的如何了？还在调查之中，目前尚无进展。大人，卑职还有要事想跟大人商议。讲。家父先逝之时，曾让卑职保护大人，卑职立下10年之约，守护大人10年。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，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，隐归山林。祥和呀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决定了，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？卑职生性散淡，不宜久居官场，望大人能成全。也好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人各有志嘛。不过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呢，再帮本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你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卑职定当尽力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今夜一定要潜入书府，帮我把丽嫔给解决了。大人，你是让卑职暗杀丽嫔娘娘？不错，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钦差龙三给稳住了。可这丽嫔娘娘身怀着龙胎，如若回宫之后产下皇子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给她铲除了。大人如何得知丽嫔娘娘怀有龙胎？孟护卫，这事儿啊，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书府的管家，他告诉我，丽嫔娘娘的奶娘近几日很是欢喜啊，每天都给丽嫔娘娘煲各种汤水。结果，就在前些天晚上，小姐，你再吃2盘，你现在都已经怀了龙胎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只不过是奶娘的一句梦话而已，大人何必当真？对，是一句梦语。不过这奶娘所煲的汤水之中放的，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。对于这种事儿呢，我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即便是这丽嫔娘娘她这次没怀龙种，那现在皇上这么宠幸于她，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够放过咱们吗？所以说呀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钦差大人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丽嫔娘娘，况且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。祥和呀，这样啊，今夜呢，我先约这个钦差大人去喝花酒，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，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潜入到书府当中，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手了。大人，书剑之死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，这个时候如再杀了丽嫔娘娘，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。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，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。哎呀，
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容本官好好的想一想。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真是一把好刀！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府卫，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观音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观音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舒府管家说了，观音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舒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性爱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，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怀了龙胎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，你都收下了；我赏赐你的丫头，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你心中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舒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心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案吗？这有案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了。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
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你给我听好了！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